邀请到的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方亚芬老师来到了我们的方舟戏台。方亚芬老师呢，他是国家一级演员，当代粤剧表演艺术家，著名袁雪芬派花旦，曾经荣获首届戏剧奖、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上海市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中日戏剧友谊奖、中国粤剧艺术10佳演员称号等等。方亚芬老师呢，她的扮相清丽、雍容大方，天赋豪嗓，在经过琢磨之后，音色甜润明亮，唱腔质朴自然、婉转细腻，韵腔韵味醇厚、舒展流畅。不仅具有原派唱腔的魅力呢，还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表演上，方老师注重质朴，富于激情，有善于吸收融会，博览众长。他得失清瘦，善于吸收融会，无论是我们的花衫、青衣、小旦、武旦，都可以挑得起梁，拿得出手。那么，他也被我们的戏迷朋友们亲切地称之为方女王。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方老师来到了我们的方舟戏台。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粤剧名家方亚芬老师登场。主持人辛苦了，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看到活的了，因为平时都在电视里面，在微信上面看到，今天站在台上的是真正的一个活生生的方亚芬，所以说大家见到活的方亚芬，大家开心吗？开心的啊！很多人可能都已经看了好几天我们团的演出了吧？有多少人看了超过4场的？有，后面有人有，大家都觉得我们团演的怎么样？大家唱的好不好？都很好啊，但是很可惜，今天是最后一场，我们马上明天就要回去了。我在想啊，演戏真的是不容易啊！想想看，大家坐在那儿就满屁股的一坐哈，看着我们的演出很舒服，很赏心悦目。但是你知道吧？我首先跟大家说，我们台上演出，我们演员是很辛苦的，他们是不能满屁股坐的。我们台上，我们的花旦是怎么做的？我看到有一个化妆的，可能也是刚刚演出完啊。现在他很放松的。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的花旦只能坐椅子的这么一点点，而且说实话，你把凳子给拿了都可以，我们花旦只能坐这么一点。我们如果一屁股坐在那里的话，我们老先生就要说了，没规矩。所以说做个演员不容易啊。所以说我们一个剧种能够发展到今天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想喜欢粤剧的朋友可能知道，我们的粤剧今年才只有多少年？谁说的？1000年都成精了。我们粤剧是一个可以说目前是最年轻的一个剧种，只有111年。一般的剧种像昆曲、京剧都已经300多年了，所以我们的粤剧现在是一个青年演员。大家那么多人喜欢粤剧，喜欢我们粤剧什么呢？旋律好听，温文尔雅。还有呢？我演得好，我还没演呢。电视上看的啊，就大家很多人都喜欢粤剧，音乐美、舞美美、灯光美、造型美等等等等美，像方舟戏台一样美，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粤剧最早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粤剧最土的唱腔吗？听过啊？有人会唱啊？不会啊！我现在跟大家示范一遍。大家知道我们粤剧最早的时候
是在2个道童搭起来成为一个舞台，拿了一个筷子在晚上吃饭的晚上，叮叮叮敲，叫跌多北、跌多板，是从田头农民当中发源过来的。所以说，我们的农民要在稻田里面唱，他们形成了自己非常质朴的一个喊风调。夜上响来知了里，夜里是知落拉兄啊谁，遇到是十五十六团圆啊人，再要团圆吃了半啊爹啊，哎呀呀，早啊！大家熟悉吧？后面就是我们非常大家都知道的《九金姑娘》里面的后面的啊个哩咯哩哩咯咦啦嘿，领舞调叫领舞调。但是领舞调也呢，我们粤剧也经过发展的啊。如果一直是处在这种调性里面，我们粤剧不可能成为我们中国的粤剧第2大剧种。我们不说第2大吧，我们总归是前3名的，悄悄地说，不可能发展的。老艺人又有了4宫调，4宫调现在大家都熟悉的啊，关啊人你好比天啊上月，对吧？很熟悉，喜欢粤剧的人都熟悉的哈。但是你知道吧，我们以前的4宫调是怎么唱的吗？很土，具有乡土气息。上报他来天呀真，打开了一扇窗来一拉扇门，也是很土的。我们的老艺术家们啊，觉得不够满足，我们粤剧要发展，光用田头的那个领舞调跟那个乡土气息的4宫调不满足，我们袁雪芬老师创造了拆调腔，在4宫腔的基础上创作了拆调腔。因为现在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方舟戏台给我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所以我要充分的利用这半个小时为大家服务。我们袁老师的4宫腔就是从香妃哭头来的，后来渐渐演变的有我们梁山伯祝英台的电影，大家都看过吧？看过啊。以前全部是4宫腔，后来袁老师有了拆调腔以后，我们就丰富起来了。哟，下面有人唱起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4宫腔到拆调腔的过渡时期啊，我也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唱腔的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祥林嫂当中的听他一番心酸话，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拆调腔。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唱，听他一番心酸话，倒叫我欲哭也难开，是个非常没掌声的。所以说有了拆调腔以后啊，我们的老前辈们渐渐的丰富了很多的流派。大家因为喜欢粤剧，也是因为我们粤剧有很多种的流派，所以说有了拆调腔，就开始有了各种流派的产生。在座的各位，我想问一下，有人能不能报出几个流派来给我听听看？有吗？王派、徐派、尹派、陆派、毕派、傅派、张派、袁派，你把袁派忘了，对啊，吕派、京派、齐派说过了，张
张派，张云霞老师张派，范派，王派说过了。哎，大家说了那么多，大家爆出来的都是小生花旦。但是我们越剧里面不是光只有小生花旦，我们还有张桂凤老师的张派，徐天红老师的徐派，还有吴小楼老师的吴派，还有我们的老旦周宝奎老师。尽管我们没说是个流派，但是他也是具有特色的一个流派。还有金艳芳老师的，都是从拆吊腔的产生以后演化出来的。所以说今天呢，我要为大家演唱一段，先是我们越剧4大经典啊，知道吧？《红楼梦》、《祥林嫂》、《梁祝》、《西厢记》，怎么变？我算了，后面怎么变成有5个了？啊，《梁祝》、《红楼》、《西厢》、《祥林嫂》。那我现在先要唱一段什么啊？唱一段《西厢记》，好不好？为大家演唱一段《西厢记》，情心送给大家。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唱，也是我入园门第一段会唱的，也是因为这段唱，把我引进了原派的大门。哦。
家。大家刚刚在看到我在演唱的时候，一直在撩那个头发啊，的头发老掉下来。我今天下午特意在贵阳吹了一个贵阳头，那个贵阳头呢没吹好，它老掉下来。我是为什么说这个呢？我是想说，我今天晚上的这个半个小时，我是非常的认真，非常认真，而且非常严肃的在对待。所以说我才会特意跑到那去吹个头发，啊，那边小朋友可以轻一点嘛，啊，谢谢啊，哎，以后希望你能够喜欢越剧，好不好？哎，看到那个男孩子，我想我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那么多天演出是哪个团吧？啊，是上海越剧院一团，上海越剧院有2个团，我们是一团。我们一团呢是全中国仅存的2个男女合演团之一。我们一团既有男女合演，又有女子越剧。刚刚台上大家都看到了，对吧？我们徐标新老师，男演员；我们樊婷婷、司玉玲、于景兰、郭倩云、叶元贝、朱阳，啊，好几个演员，我们都是女演员啊，还有方雅芬。都是女演员，所以说我们团既有男女合演，又有女子越剧的一个团。所以说我们大家记住，以后看到我们上海越剧院一团，就是男女合演团，女子越剧都有。以后希望大家对我们男女合演这个团多多的支持。刚刚大家都说了很多的流派啊。我是唱原派的，我们原派的特点呢，它既能够叙事，又能够抒情。刚刚那个《西厢记》，它把抒情抒到了极致。但是呢，我们袁老师的《祥林嫂》吐又吐到了极致。大家刚刚看到，哎呦，我方雅芬怎么在说话的时候，哎，大家好，怎么一到唱的时候就开始。莫不是不要的，马上就变了一个人。这就是我们说演员的塑造角色。因为我一唱，我就觉得我是崔莺莺啊。我如果有很多戏迷都会唱这一段，几乎会唱越剧都会唱。莫不是不要的，宝鸡玲珑，唱得很好。他们问我老师唱得好吧？我说好，很好，但是有点像农民。因为崔莺她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有修养的，是个淑女啊，是个才女。我们要把她唱出那种有感觉，那人家笑了，对吧？很多人都是这么唱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每唱一段越剧，唱一段戏，首先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地位、时间、环境。因为我刚刚唱的《西厢记》，琴心是晚上，那我要唱的悠悠雅雅的。我说我们祥林嫂是叙事型的，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受尽压迫的最底层的一个妇女，所以她的演唱风格跟《西厢记》是完全不同的啊！大家对比一下看看啊。这段实际上我在舞台上面唱的比较多，真正的清唱唱的比较少，只能在唱到一半的时候咔嚓卡掉啊！来一段那个祥林嫂厨房的千悔恨万悔恨。啊。
这是两段截然相反的人物，不同的人物，截然的唱法。我这里要想问大家问题啊，我刚刚唱的那一段，大家熟悉吗？但知道我们粤剧有很多曲调，这段是什么曲调吗？我想问两个。一问头低下去了，不知道。这一段是个六字调，知道吧？六字调，就是我们标准调是G调，南调 C 调 D 调 C D E F G， 它是落下一个调，但是它是非常悲凉，能够唱到非常悲怆的那种感觉。但大家知道这个六字调是谁创造的吧？他很多人不知道，只知道这段好听，但好听是谁创作的呢？所以说我今天在贵阳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故事。这一段是袁老师唱的，但是袁老师说是傅老师唱出来的。傅老师讲是侬呀，是袁啊，是侬唱的呀。袁老师说傅啊，是侬啊。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傅老师在哪一段里面创作的这个六字调呢？一说大家都知道了，秦叹黑人也降下了给我的灵啊，不忘我归隐七战神。所以说大家在拍手啊，有点模仿的有点像啊。说演员他要善于观察，善于模仿，才会融汇到很多的流派当中。我学什么，我可以借鉴过来。我刚刚说了，我前面说了几个曲调了，不能今天半个小时就那么就浪费过去，一点都没长进的，没用啊，对吧？我想你一排一坐坐好了，我想考你一下。四宫调，六字调。你刚刚那么重要的我说的拆调，你没有拆调腔就没有粤剧那么多的流派。拆调腔他还知道一个非常好的，他还知道一个原派的弦下腔，实际上叫弦下腔。弦下腔原派是有的，原派哪段？忘了啊，大家可能都知道是雪满地风满天。祥林嫂要死的之前，临死的时候，天问你说的对，有一个流派，有一个旋律叫弦下腔，但这个弦下腔呢，不是袁老师创造出来的。来化妆的，谁创造出来？这个肯定能回答出来。谁说的？范瑞娟老师。范瑞娟老师在拆调腔的基础上创造了弦下腔。好了呢，我们这里在座的很多观众啊，也看了昨天、前天、大前很多天的那个，也是有观众的要求，说要我们的施玉林老师来说说范老师的弦下腔，给他2分钟时间，好吧？好不好？让他占用我的2分钟时间，所以2分钟是不够的，给他5分钟，我可以休息一会儿。来，有请我们的，他从这边出来了。大家晚上好。施玉林，范瑞娟老师的小弟子。他对范老师的感情非常深。弦下腔是范瑞娟老师创作的，你们尽管让他唱，多唱一点，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喽。那不行，今天是明星来了，对吧？让他多唱，对吧？多给你们展现一下他的艺术。大家好，今天我看到是高朋满座，真的是非常开心。
我也是非常的荣幸，几次受方舟戏台的邀请，来到这里和大家共聚在一起。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在想，我们这个粤剧啊，在50、6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许多的老艺术家们到全国各地来扎根。那么在贵阳也是其中的一点。贵阳原来有贵阳粤剧团。对。那么在这个时代的冲击以后呢，这个剧团在90年代初的时候被解散了。但是呢，在我们贵阳呢，埋下了粤剧的种子。然后呢，又有这么多的观众，所以我每一次到这里来，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些观众对我们这个粤剧的热爱，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大家知道，弦下调是范瑞轩老师创造的，对吧？那么老师在哪个戏里面创造了弦下调，知道吗？是《梁祝哀时》这个戏里面，他是在1945年1月29号和我们的哪位老师啊？对，和我们的袁老师首次在上海的那个那个是在那个广东路的那个什么剧院一起合作了这个对，王金大戏院合作这个《梁祝》。那么老师唱到这个三伯临终的时候，和周宝才老师琴师合作，然后创造了在那个南调的正调的基础上，创造了这个弦下调。那么弦下调的它那个腔体，你们知道是什么腔体吗？比较委婉、深沉，对吧？优雅。请我们范瑞娟老师的得意弟子施老师唱一段吧。唱2句也好的啊。现在已经半个小时了，同志们，时间过得很快啊。那我就唱1句吧，因为我们这样吧，要么我们2个人那个他也是跟我一起演那个我们原范版的，昨天是他跟我的学生于景兰一起演的。那有多次他也跟我一起演的，那我们两个相似一遍吧，好吧？好的呀。我们2个合作一段那个10相思。10相思，实际上我们原范版它只有8相思。我们6相思，好吧？哎。生死徘徊，情深地，两夫妇相依。三餐
尽管我们梁山伯与祝英台没有成为夫妻，但是他美好的故事永远流传在人间。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我想我这么下去，大家肯定也是不开心的，对吧？那么再把我们那个思韵老师先请下去啊。实际上要想唱的东西很多，但是呢，因为也是时间的关系，只能为大家展示的少一点。现在也预热一下，说不定我们不远的将来，说不定又见面了。我这样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也是我们袁老师的非常著名的一段唱，梁红玉《夸夫》送给大家。短短的40分钟，很快的过去了，但是留给我们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在方舟戏台连演了6天，很多人连看了几天。在我们的心里，方舟戏台是美丽的，方舟戏台也是跟我们的戏曲一样，
它尽管是一座戏台，但是大家仔细的看一看，它也具有一种工匠的精神。它的雕梁画栋，它的美化，都是让我深深的感受我自己身在其中，跟戏曲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天，结束了我们6天的演出。现在请允许我请上我们所有的演员和我们的主持人，感谢大家，感谢方舟戏台为我们提供那么好的场地，谢谢，感谢大家。谢谢我们的方亚芬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出。那么今天呢，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6天来的支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我们今天上海越剧院的各位艺术家们，给我们来一个大合唱，大家说好不好？好，我们想台上台下，我们来一起大合唱，好不好？我们来一段《青青柳叶蓝蓝天》，结束我们。谢谢我们来自上海越剧院的各位艺术家们和我们的方亚芬老师这几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那么我们来自大厅的热心的戏迷票友李小姐呢，也送给方亚芬老师一束花束。来，有请您来到我们的台上。同时呢，我们来自包房的一位张先生呢，也送给我们现场的各位艺术家们各花束1束，以及我们的方亚芬老师花篮1对。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代劳。谢谢各位热情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我们的各位艺术家们，让我们享受在了吴侬细语的越剧当中，谢谢他们的精彩演出。咱们方舟戏台的3大文化不但有美食文化、戏曲文化，同时还有我们的茶文化。您可以在观戏结束之